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龍門飛碟踢腿嘅訓練。呢個訓練可以有效提升龍門嘅反應同埋搏球速度。喺比賽入邊，守門員好多時候都需要應對腰間嘅射球，所以踢腿嘅速度尤其重要。喺呢個訓練入邊，你嘅隊友會不斷向你飛飛碟，守門員需要通過踢腿格擋飛碟。呢個訓練尤其適合啲想做守門員訓練，但係身邊冇手球嘅同學，十分方便。守門員可以將訓練分做6個飛碟一組，做3組。今日有關守門員飛碟踢腿嘅訓練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